圣经故事新旧约，台湾教会公报社印，1954年，基督降生。基督圣诞以外，世间人要求在爱什么？就是到伫年中最欢喜的季节的时，互咱无袂记得伯利恒的婴仔为着咱出世。天使所报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以及天君吟诗讲，伫极悬的位荣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这到底是甚物大代志？这个事偌呢通惊，直到旷野的牧者袅袅喘，东方的博士也真戆影。有一个拿撒勒乡下谦卑敬虔的妇女玛利亚，伊特别对上帝的旨意，对伊上帝的囝要降生伫这世间，当该撒阿古斯都做王的时，有出命令，所以玛利亚甲伊的丈夫约瑟就转去因的本城伯利恒，通做家教。真济出外人也来到伯利恒，因两个到位的时，客店已经无房间通照因歇。迄时，这个细汉婴仔耶稣，就是迄个要救伊的百姓脱出因的罪恶，出世伫马槽，困伫马槽内。牧者对旷野来到遐看婴仔，因真欢喜，归荣光学了上帝。佮对东方远远的所在，有博士也来到伯利恒。当因看见婴仔的时，因拍落拜伊，也献礼物、黄金、乳香甲物药。今仔日，咱每一个人也会将上好的礼物献予伊，就是献咱的性命予主。这是现在主所爱的。